到场中避避雨吧。是的。嘿嘿哦哟，原来是两位娘娘。春家，我们要到亲伯门，可打了我们同行。亲伯门，哎，但是神龙给，不过话我船上有客人，让我去门上里去啊。客官，怎么是？晚上有两位标致的堂客要到亲伯门去。这样大的风雨，你看，天上人间方便地也，快快请他们下船吧。好嘅，咁么让我来考噻。嘿嘿，两位娘娘没必要，让我们先来等多打这个铁杯。再来嘛，打了扶手。哎，小心了，小心了。姐姐，我们就站在这里吧。小娘子。船头风雨甚大哦，来，快进舱中去避一避吧。这是官人府的保证，怎好？不妨事的呀。姐姐，承蒙官人美意，我们提进舱去吧。是的，快听进去吧。不妨。哦哟，官人呐，你看羽毛为了着落，你水里这把水为啥了不用啊？哎呀，是啊，开船噻，潮洪流落，水连天，千里远，一线牵。世修来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，共枕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官人，你让我们坐进舱中。自己却站在船头，这日何时得？不妨事的呀。船头风雨交加，倘若跌入湖中，日何是好？不妨，不妨的呀。你不介意，我们家小姐还心疼啊。嘿嘿。这个么手牵烂石头呀，看见只别几个女客嘛，不会得胡擦擦的。为家贫，尚未婚配。
会的。不幸归来，一次大雨，各军相聚，安静不息。去就是红烛挂枝。哎呦，狗人呐，羽毛不落在，你手里给不水，用不着在。是啊。哎呀，哦，失礼了！哎呀，失礼了！不妨是官人。
郎才女貌，正好配成一对。老人家，啊你又胡传了。小物嘛归小物，不知不觉亲不门得罪，我来考罪。嘿嘿，两位娘娘，你多好无罪罪。亲爱，看这天气阴晴不定。是啊，我们若是下船有雨大雨，如何是好？哦哟，个个一场大雨，天上个云头垂落光泽，这样不为落雨贼。哎呀，那是一落子。哦呦呦，这场雨啥然后来个？二位小娘子，就把雨伞传前拿去用吧。官人，你哦，我不妨事的呀。是此多谢官人。来，两位娘娘，让我再来当多大这个天杯。打了扶手，小心了。哦哟，贵人呐，街上手嘛，应该我来说个，那是把你抢得起的。哎呀！开日杯，船家，怎么了？他们在哪里？快你，快掉！哦，大姐，我来点头在。徐官人，这雨伞明日如何归还你？哦，去把雨伞，小娘子拿去就是。如此多谢了。开日在。哎呀，船家！怎么着？他们又在哪里？快你，快掉头！哦，好嘅，掉头！那么我再来掉头在。哦哟，两位娘娘，你对于啥个闲话一定说是吧？啊，官人，小姐是雨伞叮当不还，烦劳官人临时来取。我们只在提心相助，提心相助，本将门楼，将门楼，本府便是令记下了。我记下了。当时你也不会忘记他给。官人，明日一定要来呀！是，明日一定奉放。
那啥子天的，看法记者，你那是为了多看啊！放海。在金山寺为方丈，今有千年蛇妖不素贞，私自下凡，与许仙私配婚姻。我想人妖师徒岂能乱伦？这江南佛地焉容此妖猖狂？为此老僧今日前来，他就许仙变了。臣那是端阳无时辰，蛇妖皆难临，所以雄黄酒岂可先远行？婆娘子，乡邻凄凉啊！婆娘子，自从你与许国人来到镇江，开设这保护堂，送医送药，乡亲们受惠不少。今日端阳，我写了几个字，聊表感激之恩。凤娘子啊，真是玉树过明，养病虫。我啊，只是你的罗卫兵呐，不知看了多少百花郎中，一点用啊没得。凤娘子啊，只用一根金针，一把压错就夺了我的病根子，真是华佗在世啊！华佗在世。哎呦，那是不晓得呀。我还是看马的，我哟可是白鼻子，高男高富，我个郎中才刚老得之间耍的。哦，你不知几成啊！
呀，讲啊！哎呦，别说这。哎呀，讲啊！妇女病呀！哎，你说你年纪轻哦，你都别讲，我还有汉家在，干什么都听。那你好休息啊。我今年子那个养子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嘞。恭喜恭喜！不好嘞，不好嘞，不娘子太阳的，好呀，老婆不好嘞。哎呦，相公啊，那个是哪哈了呢？哎呀，老婆，俺跟你说，今天俺上山砍柴，一不留神从山上摔了下来，把俺这个腿呀摔得不能动弹了。哎，不娘子啊，求求你给俺治治吧。不妨事，请儿快来相哎呦，多谢不娘子。哎呦，啊！相公，那好呢？试试看。让俺试试。来试试看。老婆，你看，嘿嘿，俺现在健步如飞，神龙活虎嘞。不娘子，你可真是俺的救命菩萨，活神仙呐！哎呀，活神仙！活神仙！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告辞了。哎呀，多谢你了，多谢你了，走了。快去相送人。
云盖银湖射兰发。啊，娘子，来来来，娘子请坐。有座。啊，娘子，适才被人与红友们饮酒请节，临行时他们定要被人带劝娘子几杯雄黄酒。来来来，娘子请。官人，为妻身子不爽，不能饮酒。哟，娘子们平涉海量，今涉佳节，你我夫妻岂能不醉呀？徐官人，今日不比往日，休劝小姐饮酒。青儿，啊？怎么，娘子今涉就不能饮酒吗？小姐身子不爽啊！再是又有了小官人了。倒也是的是啊，只是几杯淡酒又有何妨啊？亲姐，你也辛苦了，来来来，你也吃一杯吧。我是从来不会饮酒的。是啊。哦，如此你就下面歇息去吧。我要伺候小姐。小姐有我在此，你就下去吧。是啊，青儿，你快去吧。啊，娘子，官人，想今生乃是端阳佳节，不饮雄黄，岂非无信啊？娘子，看在被人的薄面，你就饮了一杯吧。我今日身子时的不爽，娘子，饶了为妻吧。哦，就依娘子。官人因何发酒？娘子，被人倒想起一桩笑话来了。什么笑话？哎，哦，不是也罢，不是也罢。哎，你我乃是夫妻，但是何妨？哦，不妨事的。不妨事的。哈，娘子，前日有位法海传师对我演讲，说娘子乃千年蛇妖所变，说英雄话是必须原形啊！竟有这等胡事！娘子，是此事来，官人今日劝酒，莫非有意是我？哦，不，被人就为不喜，哪等红血才来告诉娘子的呀？好了，娘子都是被人的不是啊。哦，待
待被人先盛上一杯告罪酒。娘子，想保护他，有今生之辛劳，都是娘子之功也。被人再敬娘子一杯。想保护他能有今日，全掌官人日夜操劳，待为妻陪官人饮了这一杯。啊，娘子，哎呀，娘子，想娘子身怀有孕，如此大悲，如何使得呀？哦。待被人与你怀小兵前来，小兵前来。来，因公双倍，愿你我夫妻成双成对，永不分离。永不分离。是啊，永不分离。是此情。哎呀，娘子害了啊！娘子。怎么样了啊？不妨事的，不妨事。娘子到底为什么了？不忠臣，我要去睡了。娘子，娘子，小心点，在别人说你到里边小心去吧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。
师父命我等看守仙草，需要小心。哎，向这昆仑仙山哪国大胆，赶来窥探？师父吩咐不可大意，你我分头前往。请。昂身作业，昂应手，家乡军国子。
是昆仑镇山之宝，岂能轻易与你？看见。县长，你不要欺人特胜仗。看见。
佛素贞，你犯我仙山，今日被擒，你有何话讲？这位母父身染重病，命在旦夕，为此特来仙山拜求仙草，还望仙翁大发慈悲，救其一命原来如此，佛素贞。念你一片痴情，感地动天，此地仙草一枝，大就许仙去吧。
了到山门外头，自无不教啊！是我们。哎呦，原来是两位娘娘，你到还是傻下？不是，干嘛为女？也不是。哦哟，一不是傻下，二不是为女，哎，你到还是来妈妈我小上讲。对。是为我家官人在里面念想，烦劳焦师傅唤他出来，我们一同回去。哦哟，是里沙乡啊，到底是不晓得你到官人姓啥叫啥个名字？叫许仙哥，哎。余哥，不够我里师傅啊，不肯放里河山来在。却是美货。平时里头个屋里出自野瓜子，不是哈，一点八十五。哦哟，一点听我，哎呦，小和尚吃不消啊，咱听老上出来。禅师有情。两位女客口口声声来人许官人给，不妨随我来。是在为抗不妨儿安朝门。老禅师，快放俺官人出来也。哼，你错啊，你错！拉坐啊，拉坐！寻见了方向空归，当回头面前那分老错你休啊自求，天前尽是白眼人长万佛之所，休得再次胡缠。许仙已归你三宝，还不回去的了。记得他莫安胸中。
我将你腰边的根由一一点明，使他害怕，不肯与你为夫妇，你何必苦苦地缠他？哎呀，徒儿啊，娘娘，我这往外求，他只是不肯放话，这徒女实是苦我。哎呀，徒儿啊，我和你是不两立。哼，你错这等猖狂，赵家藩擒龙穿肠者。哎呀！嗯
见许仙，是非泰山倾倒，江水倒不了。
山
他们紧追来，将我向红去都给你。也罢，母亲上前相见，这什么
来问你，娘娘何等待你？哦呀！是好句。可有来？你不念夫妇之情，竟下得这般毒手，人心何忍？要是非人吧！娘娘不要踩他！要是非娘娘不要踩他！上去！
下次是再也不干了。须子起来。啊！起来！哦，起来，起来，都是娘子。须记，我们往哪里安身才好？不妨事的，且当我接掌家中，善贴许下，再做道理。此去不可提起金山之事，倘有泄露，定不与你甘休。被人怎干呐、哦，娘子，请。哎呀，娘子，为什么啦？他咋不晓得？我腹中疼痛，寸步难行，怎生挨得到北疆？就是要分娩了啊！娘子，不妨事的，母后亲爹扶到前殿，换成小轿儿媳便了。是郎娘子。都是那法海不好。是啊，都是那法海不好。谅他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下次是再也不敢了。你就上了他吧。饶恕被人吧。啊！
是是，东姐听见。为防妖孽起风浪，三昧真火炼他愿。安，接地神誓言，奉禅师法旨，18年前将不赦拿下，镇压雷锋塔敌，有恐他趁机逃遁，命雷公电母每日用三昧真火炼他。今日闻报那妖孽之子徐梦娇得中状元，一欲毁他救母，甚之不从，命他回乡祭奠。彼时他母子相见，必有一番苦恼。倘若一死相拼，鲜血灭了三昧真火，岂不闯下大祸？不免在此等候。不素贞啊，不素贞，我定叫你受尽万般煎熬。
下，岂能是担心？不仅要听痛苦喊，我此人在世间，亲娘啊，母亲。
将其葬于王宫。谁知今日还爱得兄双人回来，才将真情
风去是郎，这孩子今日公爵两情缘，我王子为官来，将这来奉他与我拆难道你不想做官了？官可不做，亲娘不能不救。禅师法旨，谁敢违抗？哼，只怕他管不得下官了。那当今万岁，可管得了我？你为救此母痛苦害，宁弃好路与高官，一片小心度天地，粉身碎骨也心甘。这小两难。